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到11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10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经诗篇84篇说道，住在上帝的殿宇1日，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。宁可在上帝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意住在2人的帐篷里面。住在上帝的家里，或是在上帝家里面顾门，都是属于这个家的人。记得我母亲在安息之前的几年，曾经聘请外籍移工来照顾她。她事实上是比我们还要经常在家里面。我们要带妈妈出门，也一定要带着这位移工。去吃饭，也要预备她一份。虽然在所谓的血缘的关系上，他不是家里的人，但是实际的关系上面，他好像就是家里的一份子。我们这样说好了，这样的关系或许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跟上帝的关系。保罗说，我们因为相信就不再为奴，而是成为儿女。就算我们看到那个移工的雇主他不接纳、不相信，但是最常住在家里的，除了需要被照顾的长辈家人以外，就是这一位移工了。虽然他是被聘雇用的，事实上在家里叫阿嬷啊、叫阿公啊，最勤奋的呢，可能就是他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因为接受了救恩，就成了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若天天读经，常常祷告，就住在上帝的家里。耶利米先知说，当我们愿意接受上帝拯救的时候，就不再为奴役了，就要成为耶和华上帝家中的人。耶利米书30章第1节到11节这样说道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耶利米这样说，你要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，因为时候将到，我要让我的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我们要领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，他们要重新拥有这一块土地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说，我听见战栗的声音，是恐惧，不是平安。试想，男人会生孩子吗？为什么我看见每一个男人都用双手抱着肚子，像临产的妇女呢？为什么每一个男人的脸都那么的苍白惨啊？令人恐惧的日子快要到了，这就是空前绝后的日子。这是我子民痛苦的时辰，但他们仍将幸存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，那一天，我要折断套在他们脖子上的轭，斩断锁住他们的铁链。他们不再做外国人的奴隶，他们要专侍奉我上主他们的上帝。
要服侍我权力的来继承大卫的君王。我的子民啊，不用害怕，以色列人啊，不要惊惶。我要从那遥远之地，从你们流亡的国家，把你们抢救出来。你们要返回故乡，安居乐业，无所恐惧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要拯救你们。那基督徒如何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？除了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以外，我们更要有美好的生命见证，那就是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第3章10节到16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将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有很明显的区别。那不遵守公义、不爱自己兄弟姐妹的就不是上帝的儿女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就是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不要像该隐，他属于那邪恶者，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为什么杀死弟弟呢？那是因为他的行为邪恶，而他的弟弟的行为正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要是从这世界的人恨你们，你们就不必惊奇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所以知道谁因为我们爱弟兄姐妹，那没有爱心的仍然处在死的权势之下。凡恨恶自己弟兄或姐妹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知道，凡杀人的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基督为我们牺牲生命，从这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是爱。那么我们也应该为弟兄姐妹牺牲生命。从上述的移工照顾家里人的角度来看，那无法回家陪伴、无法亲力亲为者，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尽本分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需要谨记的就是，如同和上帝的关系一样，是无可取代的关系。对于那一些不愿意陪伴，甚至不愿意回家的人们的生命行为，就是归属于邪恶的。因为他们不但不会彼此相爱，更会拒绝或更进一步的残害亲人。如同该隐一样，若是一个人是得救的基督徒，那么他必定会去爱其他的人，因为呢，这是基督的特质，也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，更是我们要成为上帝儿女的必要条件。诗篇150篇，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，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，要在他彰显能力的天空颂赞他，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，要颂赞他至高无上，要吹号角颂赞他，要弹琴奏瑟颂赞他，要打鼓跳舞颂赞他，要奏乐吹箫颂赞他，要用响亮的铙钹颂赞他，用康坚的铙钹颂赞他，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他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彼此相爱，以爱心来扶持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，帮助我们
爱比我们更需要的人，帮助我们活出更美好的见证，见证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